好，好，大家平安，我是润的。今仔日是咱第159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咱的时间是2024年12月7日，这是台湾时间的下午11点。今仔日咱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的台湾文学欣赏会，是咱台湾建国系列的台湾建国迄天。啥怎要来讲迄天，就是因为咱今仔日的题目是要请主讲者拿一环来甲咱讲台湾国语第一课，对，为读册会到先锋队读册先锋队安尼，对等下详细交互伊来讲。我感觉这张图会当先看，这是伫我妈妈当年的台湾国。就是休热的时阵，会有一个过暝，以亲子家庭为主的过暝的活动，就是迄几天3天还是4天，就是咱就是创一个做伙来想想，若是咱台湾已经建国了后，第今年就是2024嘛，会生做啥款？今年办伫府城台南就是迄张上大张的图，就是阮伫一个建国路，就是因阮甲迄间hotel hostel 的规站，就是包落来的时阵，阮甲迄条路甲伊号做建国路。建国路的壁，阮就搭诚侪，就是相关，就是咱感觉建国爱知的物件，就包括讲有的人是迄落。有一张是就是相关的台湾国建国事业，就是逐个人想要做啥，拢会当伫台湾国内底，都可能有人是掠连馆啦，有人是咖啡厅啦，有人是演艺事业啦，等等拢有。这张翕相的这张是甲我妈妈的读册会较有关系。这几篇拢是我妈妈读册会是固定逐礼拜4台湾时间暗时8点。到10点理论上，毋过这几篇是阮迄个阵定定就读到半暝，就是大家拢无要收煞迄几篇迄几篇较细看袂到，毋过看会到迄个标题是对联甲咱写的，你敢捌字无读册嘛无效，就发现那等下嘛会所讲着，就是咱读册会是注意着讲，咱就侪人开始。用台湾话、用全台湾话咧生活，讲台湾话咱写台文的时阵，毋过咱其实足欠输入的。其实咱有足侪先辈，佮有较早台湾人所留落来的资料，咱人来读，这就是读册会主要目的之一。所以这是我妈妈读册会读到半暝的文啥物啊？文章好，对，好，安尼。咱就甲时间交互来讲咱的台湾国语第一课，交互你分享画面哦。大家好，我是奈小等者哦。我来开我的。好，我先甲我的册开。大家好，我奈即摆要来讲这个title，毋是我想的啦，是阮另外一个友子想的，叫做台湾国语第一课。这来小可小解一下阮乌妈妈的读册会。是安怎要叫做台湾国语第一课咧？等下讲。先来讲一下我是啥物人。对，大家伫这个 slide 顶悬看到的这个相片，非常的污，因为我这个人真无咧翕相的啦，我这个人足无介意留相片落来。所以即摆要叫我自我小解要叫我找较早的相片，我搁真正是找无。找以早咧迄个伫学校上班，就是去教册时阵的相片，我敢若找着即张尔。这是寄伫我的迄个批筒内底一张相片，足久之年的代志啊。对我来讲，这真若亲像是顶一个。实际上就是顶一个世纪的代志，毋过对我来讲，已经是
顶世人诶代志啊。我甲我诶镜头关起来，负担较少，因为我即边我网络小看慢。我1982年出世吼，就正是42岁。读册是伫台湾师范大学出业诶，伫2004年，大家看到2004年出业，就知影讲我毋是为台文系毕业诶。因为迄阵嘿，阮学校还无台文系嘛，应该无啦，我印象中是无。嘿，迄阵因为我迄阵是生物学生物系迄当阵拄好因改名改做生命科学系。其实是共一个物件啦，所以为迄个系毕业了出业了后，就是迄个去学校去见习嘛，见习了后，见习1年就有迄个证教师证，会当去学校教册。毋过会当去教有代理的甲正式的嘛，正式的足歹考，代理的就是四界拢欠。迄阵是安尼，我即摆应该嘛差，即摆应该是搁较歹考啦。毋过其实我迄阵可能，因为我迄阵其实搁袂讲介歹考啦，实在是我家己并大读册，嘿。迄阵就讲我著摕着迄个教师牌啊嘛，老师牌我都，莫讨债，加减去趁者，加减去趁一下钱，最后去学校嘛。当然啦，迄阵少年人去学校教册，当然拢会有小可家己的想法，就是我想要做和学生做伙的老师啦，是。要安怎讲？就是自一开始目标是，我就是要考正式老师，趁就是做一世人的老师，就是准做是公务员安尼。有即种出发点的人，毕竟是少数啦。大部分的人想要去学校教册，有缘就是想要做一寡代志。当然，尤其是少年人啊，大概每一个去学校教册的少年人，应该拢有加减即种想法。毋过时间过就会慢慢互迄个有问题的学生啦，也是规个体制啦，也是你有时冲过头然后主任就甲你梳头，就讲你安尼你毋通和学生遮尔活，等的，对我来讲是顶一个世纪的代志啊。所以当然我都做差不多3、4档了后，我都放弃啊，我都无要搁做啊。因为我感觉我伫迄个体制内底其实是无法度做啥物代志啊，就是当然即摆嘛有足侪朋友有咧去学校教迄个教本土语啦吼，我对即摆有法度去学校教册人，我拢非常的尊敬啦，因为我感觉拢足有耐心的，我拢足佩服的。即摆我拢做袂到啊，所以迄阵的记录我全部拢无留落来。唯一留落来就是即张相片，我干那即张相片，这个学生叫啥物名我嘛袂记啊，实在是足歹势。后来我就无费足久啊，无费到会记得是2014年的时阵日头花运动嘛，过来过2档了后是我甲伦的，搁有其他的友谊成立一个组织叫做 FETN， 这个大家应该拢知影 FETN，迄阵大家做的代志应该。他们知，我毋知吼。我无认为大家拢爱知啊。这嘛是。FETN 做的代志上重要就是去，就是去自我喷惨嘛，搁有。咱无喷，咱用破。破去自我破产嘛，搁有去臭头庙破产嘛，这两项较有名啦。其实咱嘛有四界，阮嘛有去四界去办一寡工作啊，有诶无诶。毋过讲起来嘛趣味啦。迄阵飞腾顶会拄成立诶时阵，其实大家拢无讲好，毋过大家一开喙就是台湾话。
就是足奇怪，大家一个开喙都应该是因为带头的头一个人开喙就是台湾话，所以后壁的人全部拢对咧讲台湾话，无人讲中国话。迄阵啊，迄阵，嘿，大家嘛无讲好讲要去学台文，要去学迄个台语安怎写，大家拢是家己去学好了后，然后回头就是大家嘛无讲好，都毋知当时都转做大家拢是用白话字咧对话，用白话字咧沟通，咧用白话字咧做事，拢无讲好诶，毋知是安怎会安尼。这大概敢若当讲，就是咱有闲才补，你袂记得了。对，这等台湾国语第二课才来补。这有影大概都是台湾人相拄会着啦。后来就是2018年的乌妈妈读册会拄开始，就是大家做伙来读册一直到迄阵差不多伊是用要一档的款，就是迄阵甲迄个陈瑞生的《乡土保语》读了后，都无搁读啊。过来一直到重新再来开一个读册会，是到2023年，就旧年的代志。迄阵乌妈妈要办一个对外读册会，所以咱内部先来试看觅安怎进行较顺势。结果对外读册会结束了后，阮内部的读册会就继续落去啊，一直到即马，就是一档活安尼。好，雄雄要来问大家雄雄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各位朋友先有倒一项是先有国家，是先有国语？有的人会想讲，国语这个物件，敢毋是就是国家用制度的力量去加规定讲某一个语言是这个国家的国语，所以应该是先有国家才有国语吼，对无？毋过大家真正想者吼，敢有倒一个国家正经是先有国家才有国语的？就是日本是先有国家还是先有国语？是先有日本话还是先有日本国？应该是先有日本话的无？毋过迄个时阵敢叫国语，毋知。毋知，对。就是有可能就是先有国家了后，才规定讲日本话是国语嘛。毋过日本国敢有可能甲日本话掠外的语言当作是国语？这实在是无可能的代志嘛。所以总归转来，台湾国语第一课，应该是爱先有国语安尼，咱才用这个国语去起造这个国家。想怎要讲这个咧？等下向大家解说吼，就是等下解说。我身为乌妈妈上早的读册会，就是2018年迄个乡书补记的代志吼。就亲像大家看到，我少无介意甲人翕相，所以我一个迄个相片边仔会看到，迄是一本，迄本是乡书补记，毋知大家敢看会出来？是嘞。我足袂晓翕相的。这个所在是阮兜楼骹啦，就是大家都迄阵就是大家若啉饮料，若看册安尼。你会晓翕啊？你是无要翕乡书补记，你翕相尔？无啦，我册有翕入去啦。这个手我嘛袂记你啥个手啊。好，毋管。反正迄阵照我的印象啊，我个人就是我家己会感觉讲，这个活动较亲像是做礼拜的迄种性质，就是逐礼拜拢爱来就教堂来拜一下。我袂讲。祈祷，歹势，我歹势，我袂讲话，是咧。做就是时间到啊，咱来做礼拜。迄种感觉就是逐个固定时间来读啦，因为固定时间逐个较会来啦。毋是雄雄讲咱读偌济，雄雄来招势安尼，安尼其实是无啥物效率的，安尼嘛招无啥有人，就是爱
固定一个时间，啊，逐礼拜大家固定招过来，大家做伙读册，安尼才有法度逐礼拜进行啦。嘿，啊，正经我其实是正经前几工和大家讨论阮要伫即边报告报告迄个读册会代志，我才知影讲正经是有幼稚，就是我靠这个读册会2018年即时阵的读册会，互家己的迄个台语台文啊读册的速度，嘿，培养一个基础起来，就是有头有保庇啦，就是正经是有读久啊，真正是会有效果安尼，嘿。我想要亚手，因为伊无伫咧，就是伊毋是甲培养读册速度，伊是完全看无白话字。哦，对。咱就伫现场，因为我感觉现场的读册会才有即个效果。咱因为若是线顶的，咱伫现场的做法就讲，加油，读看觅，安尼，啊，伊就甲读出来啊，完全看无白话字的人，安尼。就是有诶完全看无到即仔嘛是面册写甲写叫安尼，嘿，就是完全就是有头有效果啦，有头有保庇，就是安尼。过来是2023年，因为中发生足侪代志，就是某因别项物件有诶无诶出代志，所以所以中有小可停一下，停了后，就一直拢无阁有机会继续来读册吼。一直到2023年，就是迄阵，迄阵乌妈妈要办对外的读册会啦吼。头拄有解说过啊，就是要先试看觅吼。迄是咱头摆，就是旧年的即个对外读册会是阮头摆对外开放的读册会。迄阵咱读的材料是读单类的短篇小说10篇。阮有一个选文委员会，阮有讨论要选陈瑞生的倒几篇出来。阮阁有一个，咱迄阵阁做一个编辑小组，就是甲迄10篇的陈瑞生的短篇小说，全部拢转做白话字，完全一拍白话字安尼，包括中文迄阵阮有3个人负责这个头路，主要有3个人负责这个头路。10篇阁有一个总负责人，甲逐个整理出来的物件，阁爱全部拢创作一篇安尼。迄阵想着我有头疼就是大家莫想讲甲汉语转做白话字，听起来其实应该是无遐尔困难才对着无？其实毋是安尼，就是这有足侪需要斟酌的物件，就是譬如讲连话要安怎画，轻声符要囥无？若要囥倒位要安怎囥？飘点要安怎飘？有诶无诶，足侪功夫，足侪幼项诶物件。我毋是一个足幼诶人，所以这个头路我做甲非常的艰苦啦吼。我嘛互工作诶朋友造成袂少诶迄个困扰，实在是小可歹势吼。无影，就是哦，大家交做诶工课无共了。论来讲，一礼拜做2点钟，其实我毋拿拜托者。一个人一礼拜，咱迄阵有3个人，所以咱开一届读册会，就是头前的准备工作，应该得超过10点钟，一届读册会3点钟安尼。迄阵，即件代志，实在是，即摆想着嘛，感觉足惊诶吼，真莫叫我做即件代志。
哦，迄阵阮班读册，阮就想讲，阮要来讨论，做讨论内容为主的读册会安尼，是安怎要选，是安怎要用读册会即个形式的，到底，因为其实嘛，足侪前辈咧办读册会嘛，陈瑞生的那春水的先生的，还佫有陈明仁先生的，各种作家的迄个小说，还是文章，拢有足侪人咧开读册会嘛吼。其实要安怎讲，咱欠一味的感觉啦，咱台湾人的读册会吼，开遮尔啊侪，主要咱开读册会的时阵啊，咱台湾人开大部分读册会的时阵啊，有时啊啦，定定的重点是放伫即个小说内底的用词、句法、修辞，迄寡物件即个修辞原来要安尼讲还是还是即句话是安怎写安尼，甲物件放伫咧句法修辞内底。毋过，其实若准即马是日本人开日本册的读册会，因的重点敢会放伫即个所在，即本册的修辞写了足好诶，敢会有可能应该是甲重点放伫册内容顶悬着无？修辞诶部分句法诶部分，有可能5分钟、10分钟安尼讲过安尼，大家主要要读诶物件也是伊诶内容，读册会诚做一个学习语言诶手段，应该是咱要读内容为主才对嘛，对无？甚至听讲，甚至是即个现象，咱台湾人去参加别种语言诶读册会，甚至嘛是要读伊诶内容为主嘛，比如讲，咱去参加英文的读册会，读一本英文的小说，内底的修辞，内底的迄个字，你家己学对无？这是家己的责任呢。甚至咱台湾人去参加别种语言的读册会，嘛是要讨论内容为主嘛。是安怎变做咱台湾人家己的，变做讨论句法较侪安尼，所以这是欠一味嘛，所以我感觉阮乌妈妈的读册会当然嘛是会讨论句法修辞迄种物件，当然迄个小可讲者，大家无熟悉的讲者就好安尼。等下互大家看。熊要问大家。无代志，我自动影片。熊佫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等下定定出现伫，等下我会定定讲着，咱的目的，甲咱的手段，敢是相合的物件？要安怎讲？我入面册看到什么推杀台文还是台文运动我有时我都会思考这个问题，因即马咧做诶代志，手段甲目的敢是相共诶？手段若准和目的是无相共诶，你手段毋管安怎好，嘛是无路用诶代志嘛。是安怎问这个问题？咱诶目的应该是台湾话复兴，咱诶目的应该是互台湾人生团，毋通搁台湾人生出中华囝，亲像我细汉时定定互阮亲戚朋友讲，阮阿公啦，阮阿嬷啦，定讲即个是外甥仔囝，细汉诶，
细汉的时阵啦，你那是嘿，哦，迄我非常细汉的时阵的代志啊，就是嘿啊，因为真正以早无人咧甲我讲，因就是大人家己会讲，毋过就是袂晓我讲，足奇怪，所以咱即马要做诶代志，应该是互台湾人有法度生出台湾囡仔，毋通阁继续生出外省仔囝安尼啊，嘿。啊，毋过咱诶抢单敢有符合即个目的？就是咱到底是等下我会解说来看后一个，就是咱咧做诶即句到底敢是事实？就是咱咧做诶代志，敢是咧推广台语文？就是网络顶定定看着，网络顶定定看着咧说台文诶人啊，还是说台语文运动诶人啊，嘿，写文拢用中文哦，用中文来讨论台文诶代志安尼，嘿，我有时仔看着就真正小可爱笑。你安尼，因安尼到底是咧到底是咧推广啥物物件，互啥物人？就是就亲像即个囡仔共款，就是奇怪咧，我遮骨来用中文去说台语运动，是安怎说拢说袂叮当，就是我几年前看到诶问题，即马嘛是看会到，就是我几当前看会到诶迄个人咧写诶文，我即马嘛是看会到，伊搁咧写共款诶物件，是安怎逐个遮尔啊，搁来用中文说台语运动，是安怎说袂叮当？用中文去说台语运动会叮当无？当然是袂叮当，是安怎袂叮当？真简单，因为你辛辛苦苦写足侪台文出来，结果你下骹写中文，请问伊要看台文还看中文？大家是毋是看中文就好？是安怎要学台文？所以用中文去说台文运动是上戆诶代志，绝对是说袂叮当诶。因为大家都是读中文就好，嘿，你说一世人嘛是是伫个所在，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手段甲目的敢有相共？变若像无啥相共，就是类似诶物件足多诶。嘿，我嘛就是因为我是一个金卡足无爱出门诶人，我定定伫网络顶、伫面册顶悬，看逐个咧讨论台语文即个物件，看逐个咧讨论推广台语文即个物件。哦，上定讲诶就是即几句话啦。头一个就是趣味，我对趣味非常非常有意见。就是进前无偌久，进前有看到一个先生，敢是伫学校内底，听讲是校长啊。伊写讲，伊当然是用中文写诶。伊写讲啊，即马大家吹说台语文运动，袂当阁用悲情啦，袂当阁用迄种愤怒诶态度去说即个物件，因为少年人无咧看即种物件嘛。就是伊诶意思就是讲，就是上课诶时阵应该爱较趣味诶、较活泼诶，安尼囡仔才会看嘛。你用去讲悲情，讲过去安怎拄安怎，逐个偌惨，我拄偌惨，囡仔袂听嘛，因为囡仔对即个无兴趣嘛。伊大概意思就是安尼，当然嘛是用中文甲咱指教安尼，就是讲爱趣味，佫有啥物，就是爱少年化。譬如讲，就是爱少年化有足侪状况嘛，办音乐节啦，唱歌啦，啊是啥物念故事啊，啥物妈妈念故事，啥物迄种诶，迄款诶少年化。少年化就是中国化啦，讲正经诶，就是因为即摆少年拢是讲中国话嘛，所以尤其是亲像
唱歌诶，唱台语歌、台语流行歌诶，定定歌唱煞了后，用麦克 talk 诶时阵，就是讲中国话，这是要传达啥物意思？这就是要传达讲，唱歌是头路，啊，台语是头路，啊，毋过中国话才是生活嘛。请问，安尼敢有符合这个目的？这个手段甲目的敢是有相合诶？若准伊诶目的是趁钱，就有相合啦。哦，啊，佫有一种颠倒摆诶，就是一直要强调讲台语足水，台语足文啊，哦，会当读汉诗，会当读汉文古早诶文章安尼，一直强调讲这个物件足水，啊，就是无要强调讲这个物件会当讲。就是即个物件，毋是咱性命会当平常时就讲出来诶物件。这敢是这个敢有符合咱诶目的？嘿，上恐怖诶是本土啦，我后来才受我即几工才受通诶。上恐怖诶是本土，咱一直用本土这个讲法，有人会安尼讲哦，就是迄个本土语对无？啊，安尼是安怎？中华民国嘛来台湾70外冬啊，是安怎？中华民国诶中国话袂当当做是本土语言，就是我真正有听过，我真正有看过有人安尼讲呢，就是中国话已经来遮久啊，而且中华民国诶中国话甲正中国诶中国话佫无啥相共，是安怎袂当当做是本土语言一种？我请教我。有时看到这物件，真是毋知要受气啊，是要安怎？就是若准中国话当做本土语，啊是安怎日本话袂使？日本话应该嘛会使啊。日本话伫台湾嘛住过50冬呢。是安怎英语袂使？是安怎西班牙语袂使？甚至有可能以后就是新著名诶语言，嘛会当做是本土语言啊。所以。这拢是甲咱的语言打一个无必要的标签嘛。就是台湾话，就是台湾话。台湾人讲台湾话是提供地图的代志，哪有需要遮尔侪理由，对无？就是一个语言有趣味的所在，有水的所在，嘛有无趣味的所在，嘛有足歹的所在，迄拢是一个语言理所当然的代志。先怎要强调即寡物件？咱若强调即寡物件，因若强调即寡物件，是毋是就是甲事实，是毋是就是甲受众当做是外国人咧吹哨？我来举一个例吼，我对趣味即件代志非常有意见。所以你对吹哨无意见哦？啥物？吹哨本身敢毋就是上大诶问题？哦，吹哨嘛有意见，对。啊，佫有像拄则有一个，你会当哪看迄个会议经着台语文，这嘛足奇怪。就是有友志提出讲，敢袂当就讲台文，但其实这咱嘛讨论过。台语文，其实就是，若准咱讲到日本话的时阵，敢会叫日语文？我即马拄好slide 出现一个日本话，向出现这个物件，对啦，就是推广啦哦。先跳到这个先等来讲，推广这个名词，嘛是足奇怪的物件，就是，比如讲论的伊的名册已经几若冬拢是写台文啦，就是看无一句中国话。有个人会问伊讲：恁是毋是咧推广台语文？就是会当理解人是安怎会安尼问啦，因为对普通人来讲，阮有可能咱有可能是较奇怪的一群人，无毋对。毋过，就是若准是咱去看别人的面册，规篇全部拢是写中国文，请问伊敢是咧甲我推广中国话？有诶，无定就是嘛。一个日本人伫伊诶面册写日本话，伊敢是咧甲我推广日本话？毋是安尼嘛，就是中国话是因诶性命，日本话是因诶性命，台湾话是咱诶性命嘛，就是安尼尔嘛。这毋是推广毋推广诶问题，就是若准是外国人才有推广问题啦。就是我去推广我诶语言去互别人，安尼。比如讲即个咧，
雄雄要来教大家日本话。下骹即逝日本话，哈哈哇先生です。我来小可介绍，这和我要讲的物件有牵连吼，拜托大家小可啉卖者，就是头前的两字，头前的两字牵啊，哈哈是阿母的意思，啊头前无写讲是谁的阿母啦吼，啊事实上无讲谁的阿母，应该就是咧讲家己的阿母，无可能是讲别人的阿母，除非是要冤家才会讲别人阿母嘛。第三个这个坎啊是我，头前是读做哈哈，第三个坎啊是读做我，写了拢一模一样哦，毋过读的时阵是无共款的。前两个哈哈是阿母的意思，第三个是介词，先生就是先生，日本话的肯定甲否定是放伫咧上后壁，です才有是的意思，所以这几句话。哈哈哇先生的是翻起来，直接翻是阿母先生是，就是阮阿母是先生的意思啦。毋过讲到即个例，就是有时啊，迄个你是有时啊，咱做初学者日本老师会讲，你看到头前三个字，我拄好背迄个50音。老师，我会晓读这三个字，这几句话读做哈哈哈先生的是，哈哈哈，什么哈哈哈？你只哈哈哈，你全个伙拢哈哈哈，就是哈哈哈安尼，我很笑啊！大家爱是哈哈哈，这个是。让我啉只饮料。就是头前三字写做一模一样，毋过读做无共啦吼，就是你袂当读做哈哈哈，你爱读做哈哈哇安尼，因为做介绍的时阵是读做哇，毋是读做哈。日本话教室结束哦。请问各位，大家感觉日本话有趣味无？足趣味诶！感谢恁的捧场，就是这有足侪因素啊，就是一个基本上应该找无一个语言是无趣味的，就是所有语言应该拢有趣味的所在。无就是讲的人较后讲，就是有的人讲的较趣味，无聊的物件嘛会当互伊讲较趣味，所以这拢毋是咱感觉日本话趣味的所在。咱会感觉日本话的趣味有一个非常要紧的要点。咱会感觉这个遮尔简单的日本话的趣味有一个非常要紧的要点，就是咱毋是日本人，咱看无这个物件。若准头拄边有一个日本人咧听咱讲即寡物件的时阵，伊有可能会讲：大家仔咯，这个我3岁都知影的物件是倒位的趣味，就是迄袂当读做哈哈哈，迄爱读做哈哈哈哈哇，真正就是这我3岁都会晓，告诉我解说。这就一点仔都无趣味嘛，对无？咱会感觉趣味是因为咱毋是日本人。跳后一面，雄出现一个台语教授。请问即句要安怎读？伊的面手，伊的面手红红红，敢是安尼读？你敢是咧唱哆啦 A 梦的主题歌？对，就是这定有人会去强调嘛，就是这是台湾话的3连音呐，就是这3个红连做伙的时阵，拢读做无共款哦。头一个爱悬起来叫做红红红安尼，这定有人会去强调嘛吼。各位朋友，咱为细汉台湾话就是咱的性命。请问即句是倒位趣味？上无我是无感觉遐尔趣味啦吼。面册佫定看到另外一种文，就是啥物写短短一句话，讲即部下骹的即句话内底有7字长，长火烧的长，这7字拢读做无共款，请问你敢会晓读呢？
我逐回看到即种文，我就感觉，这到底是要表达啥物意思？就是这个敢若这个受众到底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就是这明明就是大家应该3岁就会晓的物件，是安怎要写出来？咱因安尼写的时阵，是毋是甲大家拢当作是外国人咧看待，对无？就是遮尔简单的物件，台湾人应该袂感觉有趣味啦。所以大家咧推广的时阵，是毋是就是甲人当作是外国人的看待咧？哦，咱来讲一下，咱来讲一下阮乌妈妈读册会的流程吼，就是这是准备的流程啦吼。我来请条仔卡读互大家听。你灵感有伫诶？伊伫野餐的现场，即满毋知敢毋听你讲话，听起来因手咧会来会去，听起来咧开讲。是啊，安尼啊换一个条仔卡有。喂，敢听得到？伊讲听得到啊，我毋知你要点想啊。有啦，塔尔赞塔普讲伊，他无伫诶，他无你来读。我有听到。哦，好，我来读哦。对，这个是咱乌妈妈读册会，阮乌妈妈读册会的流程准备啦吼，就是正式来进行的准备吼。阮乌妈妈留的读册会是安怎进行的，请大家看者。来，读无先，请读。好，准备家己先读到有青分也是趣味的书类，请记伫共同档案书类内底。读了有啥物想要请教大家的问题，请记伫共同档案问题内底。敢是读者？对，无毋对。继续。毋过我遮两纸读了安尼。读了有啥物想要请教大家？伊可能是用手机啊啦，所以下骹看袂到。哦，对，因为我看袂到。对。你下骹看袂到。对啊，还是我爱换一个，换一个人读。对零。娃娃。是我多是？好啊，娃娃。好啊。读了有啥物想要请教大家的问题，请记伫共同档案问题内底。好，这是正式来进行要做的代志，就是大家爱先去读啦吼。虽然家己读，虽然爱家己先读，就是无先读是无效果的。过来看流程的部分。主要是因为要讨论，所以爱先读，先想过才有讨论。这个也是读无心，共款读无心，读2点了，换迄个换地灵。大家若听等下就爱做伙来进行一回哈。敢是我即马读着会去用了读。对，等下来，就是有读册会挑甲大家拢免米啦，大家拢爱来一回。轮流读文本，主持指定顺序，个人家己决定读到倒位停。聊堂讨论读重大的所在，注意前一位甲后一位爱去注意，前一位甲后一位爱去掠读的人倒位读重大去，先记起来，莫当场纠正。除非后壁的人拢对咧读毋对去。我来第零。好，
讨论事类有无熟悉的事类着先查，写伫共同档案事类内底。讨论问题有想要讨论的问题，着先写伫共同档案问题内底。好，共同共同嘿，讨论事类。讨论事类。好，嘿，就是大家嘛会当看着讲，其实阮内部的这个流程规则啊，嘿，其实都已经是全部写白话字啊，嘿，是无可能出现中文的，就是这才是咱台湾人的读册会嘛，对无？嘿啊。就是随网，我头拄仔讲遐尔济，我毋是要反对讲咱办活动，还是安怎，还是要办演唱会啥。毋过就是有一个要紧的代志，就是台湾人就是用台湾话，毋管是讲话还是写字，这是上必要的条件。这就表示讲，咱做的代志是目的甲手段是共款的物件，毋是讲啊，我用中国话当做手段来说台湾话，安尼是袂通的。全部拢自头到尾都是台湾话，就是随网人看起来有可能咱嘛是咧办活动，因嘛是要办活动，毋过有一个真差，就是咱是全台湾话，全台湾话就表示讲，我讲出台湾话的时阵，另外一个人袂甲我哈，你咧讲啥我听无？放下的时阵是毋是我要转做中国话？毋是安尼，就是。这个是台湾人的空间，所以台湾人就是用台湾话来做一切代志。我有一抓无读着呢，规则流程。有倒一抓无读着？讨论问题迄抓。跳过一抓哦。无跳，就是上尾一抓，可能是上下骹，敢是 K 掉。哦。对。我甲他讨论问题。有想要讨论的问题，就先写伫共同档案问题内底。就是我感觉制作全台语空间是比啥物拢较要紧的代志啦。好，咱来看一下这个，这是阮当初是对我读册会创出来的迄个。文本吼，就是这篇是美丽周罗娜因为当初因为陈雷生的小说是汉罗嘛，阮经过足辛苦的编辑，甲伊编做全白话字，吼现场大家来。我想要先补充一下，咱才开始来读，好无？安尼哪会当记定顺序？好啊。先补充一下，就是当初是咧选文的时阵，我妈妈读册会选文委员会经10篇，美丽周罗娜是这10篇内底的头一篇，对上尾一篇是结婚，第一篇是美丽周罗娜，我会记第2篇还是第3篇是红毛丹，这个顺序其实当初是有。做甲试读会，大家做伙讨论过，是因为这个读册会是对外的读册会，来参加来报名何位的是啥物人，对咱无一定知影，嘛无一定熟悉。毋过因为我妈妈的读册会希望，当然就是咱台湾人甲读册会当做是一个武器，要甲咱的台湾话捡倒来，去甲中医对抗，一定会去学术嘛，去个学语法。毋过咱去较重，特别是咱经陈医生的。小说就是要来学内底的精神，就是迄个精神，对我妈妈来讲上重要的嘛是，咱是台湾人，先知影，所以你来读这册，到上尾慢慢去想讲，所以咱要去台湾国的时阵，咱要活做一个啥物款的人，所以像美丽周罗娜的足明显的，就会先去意识到讲，台湾人伫中华民国时代迄个制度甲环境内底的迄个。发生的代志，所以咱就会先意识到，即个人会存在咱活伫即个人内底。上尾才读结婚，是因为像结婚内底就无遐强调，就是中华民国啥物。毋过就是迄个阵咱人嘛，较熟悉嘛，读到第10摆，
咱即个读册会的群组已经较熟悉，咱有法度较深入去讨论个人之间的价值观、人性本身，就是先莫去讲迄个制度的问题，可能就是去讲个人的价值观，较毋免去对加国大事，对遮物件会当先放下，对，所以即个顺序嘛有受小可安排过、甲想过、大概讨论过，安尼对，所以今仔日第一课就来读头一篇安尼，安尼若会交互你。哦，我顺便问一下现场，开放一个名额，有人想要做伙读无？还是咱请梁光兄来做伙读？我来念，啊耶！这位是这位是玉我，嘿，玉金玉金，我是玉金，啊，我读过，你是读过啊？袂读过袂使读是吧？啊，梁光兄嘛读过啊。无，会使，你当然会使，当然会使。无安尼好，就玉金头一个，啊，轮的阿天卡普。啊，你敢要先互大家看今仔日拢总，因为咱无要读全部嘛，时间限制，所以你先互大家知影拢总偌长，大家较知影你个就若有4段嘛，我跳第一段来尔。好，所以就是拢总规定出所来。摆我是读迄趴是无？拄则迄趴，拄则你囥的迄趴。其实，我妈妈读册会拢是随顾在你当时要听，就是有时会当考验大家敢有认真读，所以就是嘛会当用我一句就听落来安尼。会叫别个人别个人爱家己掠糖哦，伊倒位读顶答，咱爱记起来，等下甲讲。对，请大家指教。好，美丽张罗拿单雷即趴第一趴迄个乌肥的阿德是研究森林的人，代毕业做兵了后，互人派去阿里山森林管理实验场做管理员，以人调直，甲人果好做伙。落地啊，见若有几箍银，就招人去食国啉。菜了，迄个张老拿管理组的下底有5、6个退伍的老乌仔兵，伊嘛常常请因去食，特别是迄个白。食了再滋味，看伊领钱的日度来招伊，若像是伊的好兄弟，看到伊就笑嘻嘻，跟角头甲搭咧，叫伊老哥，嘿，老哥，是，好。好，我先念大家，拢好，来拢哈，后一个是我吼，对，安尼我念个拄只遐，好，过来我，因几个常常去食的，就是实验场山骹一间叫做日月阁的小菜店，迄个日月阁拄好伫林场落去，未到半点钟的山路弯过去的所在，甲一间新村女社，一间柑仔店做伙。日头要落山的时阵，4、5个就落来，对着西照日，哪走哪唱歌。迄个兔头着的对日月阁的小姐秀鸾上有意思，拢走伫头前，先入去店内面找秀鸾啰嗦。迄个白爱食，对阿德对调，笑话甲粗话一直讲。大家拢足好，一个就是读了。这个我补充一下，就是迄当初是阮对外读册会，迄个所有写落来物件，拢是有注解的。这就是当初是阮主编的迄个注解。
对啊，这个注解其实主要是要想遮物啊留落来，咱当然知影，对，家己敢会读第二摆无确定，毋过以后就是这嘛是后壁阮读册会才慢慢意识到，就咱其实就是咧为着未来的台湾国的国语课做准备，因为其实咱即马无一个台湾国教育部，所以咱就做标准化的工程，讲实在，互中华民国教育部做是绝对无可能的，就是因为。就是毋是讲因有心无心的问题，因就无咧用台语，无咧用台文，所以就是咱无咧，对咱就是因无法度来替咱标准化。啊，咱当然咱编辑会准有咱的意思，啊，毋过就是咱嘛会当了解，足侪人拢会有无共的意见，甲无共的切入的角度，所以就是咱甲咱编安尼编的理由写伫遮，啊，无定着会当超越时空，互未来的人。一寡参考，就是因毋是敢若看到阮编的结果，嘛看到阮编的理路安尼。好，过来，这段我读到一点像阿天，这段小困难。好，我先读一站。学家道姑娘啊，老哥艺术就不同。啊，袂记咧中意警告。吼吼，想要换过金架头，毋过白人矮，才五手悬，看袂好势，山路阁落行，差一撮仔跋倒。好，你讲好，阿天到遮吼。安尼后一个 top。啊，等，小等，我先查者吼，就是大家咱看到头一撮这个物件，就是用白话字去写中国话嘛。毋知大家敢看有这个物件，就是咱无需要勉强家己用中国话看中文嘛，就是日本话嘛会当用卡那去写外来语，当然台湾人嘛会当用白话字去写外来语，这是理所当然的代志。大家买来看，但是安尼，咱的台湾囡仔就无一定爱晓中语，就是伊敢若学白话字，嘛会当读出来。虽讲伊可能，就是伊若是不晓中国话，伊就毋知这是啥物意思。对，毋过这对啊，是咱台湾人的国语课。所以咱无需要会晓中国话。啊，无我阁读一站。阿天，要继续读啦。阿天，要读好啊。这站短短啊，菜店的头家娘看因来，下一条花裙来迎接，搬椅仔出来，大声叫：秀兰啊！好，好，天到遮吼，来 top。菜店内面的头家娘看因来，下一条花裙来迎接。后一站。我读迄落走去啊，歹势。菜店内面清清无别人，两拍电火暗闪，内面秀乱有听到头家娘咧叫，拖一双目镜，摇咧出来。迄秀乱看起来嘛较无20岁，身躯肥水啊肥水，面圆，无抹胭脂嘛是歹水啊歹水。迄个对的，上界爱秀乱的金架头，伊若穿无手黄的衫，两个金架头白圆幼，对的手着食豆腐，遮懵不输鬼。好，我读到遮。好，暗闪对无？刚开始俩糖啊，我有记咩？歹势，我跳过啊，我来后一个。第零。迄个秀兰是啥年出来的？天圆圆，目睭落，酒搁上熬啉，
伊对钓的无啥物特别啥秘术，毋过对乌龟的压力上介亲切。压力啉无了的例如，伊较济嘛替伊啉去，较济替伊啉去，即点钓的心肝内上会爽。到遮。哦，过来，我甲后壁拢读了，毋过今日大家酒拢啉甲足欢喜，菜出无一半，钓的就开始咧醉，叫秀鸾度亲亲心肝，遮望遐望，带顶美女车倒，爬甲另外一个陈工友袂啉酒，专门食菜，两个人半只白切鸡食了了，头家娘看阿德无声啉酒，捧一尾红烧即仔鱼，甲一间高粱来甲伊灌酒，灌醉。今天呀，所呀，中医警告老哥，长老照态度素养，不得了多相思病，加上相思病。好，中国话，迄个八廿一双滴，记伊的面讲，钓的醉，听着八讲啥物？相思病，相思病，一双滴对伊面头前，比来比去，煞一时认真起来。受到今仔日食了啊，山东的故乡，甲伊的某几十年拢无消息，煞要哭，坐遐顶。目睭怣怣，一直看秀鸾，若像雄空气安尼。后一个搁轮倒转来，换药经好无？感觉你我好个着，啊，毋过无注心黄掠着，即摆念到倒位？遮的上尾一段，遮上尾一段好，好。掠包，掠包着。你敢是拄则这做就侪糖要互掠？好，等下来了。就是5个即边吼，5个人食了转来的时阵，月娘已经出来真悬啊！规个山路雨过光，照甲青青白白，就溪水。洗过像溪水洗过安尼，就会互陈工友，半拖半行，沿路拖2摆，才转来到宿舍。煞！我就切到安尼就好啊，这差不多1/4啦吼，咱掠糖时间到咯，各位。先为头一段开始。四分节，对。主持人嘛，互掠头。来，头一段敢有？敢迄个 Joy， 就是知影伊，Joy， 我无确定这敢会使对，就来就迄啦。上尾算过来第3段，看伊领钱日就来小，我袂确定咧，我袂记我拄则听到啥，对，
来 joy，应该是拢会使，敢是？敢是无？对就伊啊，敢若读，敢若读了对。啊，少伊是腔口差，毋过主要现代台语大多数阮讲少伊。嗯，对，大概即摆看到的现场就是我妈妈诶抓糖现场，就是因为我小可说明一下，咱再继续聊。就是就是因为梁光兄是我请教一个问题哈，你敢捌听人讲，即马有一寡吼，迄个来讲是代名词啦哈，拢读本调。因为吼，我发觉吼，伫阮教会吼，逐个咧读经文啦哈，啊，拢是读，譬如讲看到伊，还是看到伊，拢是读本调啦。敢若是教会所有代名词拢读本调，我听起来有时啊怪怪，我听讲，像讲伊个哈，还是讲伊个还是啥物款？是这我妈妈你敢有看即种诶？你敢有发现到即种诶情形？有我妈妈讨论过，咱讲就是教会有教会诶迄个教会诶惯势，就是有真正有影到，就是可能咱思想生活咧听有较无共。哈。就读经，特别是读圣经的时阵。啊，其他诶就讲话就袂哈，就只咧读是读经文诶先诶哈。OK。这是一种教会腔。是最趣味。对啊，这嘛是一款腔口啊。对，我继续说明，就是像拄则咱抓糖，就是嘛是分两个部分，一个是抓糖，就是读的部分。因为咱咧读的时阵，其实咱从细汉咧讲台湾话的人，就是会转调是一个自然嘛。毋过其实讲实在，咱台文一定拢是后来才学习的。啊，其实咱有时咧读的时阵会听袂到家己的声，还是咱目睭扫的速度无够紧。啊，这拢是欠练习所致。就是咱中文会当读遐尼紧，是咱从细汉中华民国的国民教育一礼拜有偌侪时间，应该可能5节课就5点钟啊。啊，另外佫有啥物写速题、啥物碗佫的时间，开偌侪生命伫这顶头，所以咱人扫足紧。毋过咱台文扫无够紧的时阵，有时咱意思也未理解，迄句的意思也未理解，咱若读到迄个字，咱就会袂记转变调啊。即个时阵，家己有时听袂到家己的声，其他人来斗掠啊。这足侪掠糖的时阵，无一定是咧读毋对迄个词，可能是咧掠迄个转调读毋对去，安尼掠起来了后，迄个人会当佫翻头转去听录音。啊，另外一个是，我嘛是咧读册会的时阵，才发现讲，其实咱足介意写白话字。就是应该讲，就是像我妈妈有足侪无共的工作群组，就是足侪无共的公务员的工作群组啊。毋过大家拢写白话字，毋过定就是信息倒是会漏沟去，就是沟通会有非常大的问题。明明大家拢会晓白话字哦，啊嘛会写白话字，毋过实际上因为咱从细汉是伫汉字的社会，起毋到大汉，所以其实咱读汉字一定是较紧，就是咱的环境所致啊。大家应该嘛拢有迄款经验，若是你伫你家己的 social media， 你要写一篇文，你偏偏写全白话字，甲写汉字，就是有汉字出现，就是迄个有人会听来看，是讲二赞的人，就是迄个人数会差介侪啊。我感觉迄就是咱的意识，就是会去人过跳过，对啊。所以就变做是讲，其实咱读的时阵，咱自然的选择，其实咱是目睭愿意读汉字。啊，毋过咱写的时阵，因为写汉字较困难嘛，咱爱经字还是啥，所以咱写的时阵会写白话字。啊，这就是上初期的试读会的时阵，若会着讲一句讲，有影呢，咱就是拢经软的咧食，对，所以咱嘛是有意识的来练习即件代志。安尼真正沟通才有效率，文字才有伊真正发挥伊的功能，啊，就是会当沟通的意义。对，咱若是想要食白话字的时阵，咱嘛爱读啊，咱直直写，无人咧读，就是真正足食力安尼。好，安尼要来开始聊谈啊，就是来。头一面敢是聊完啊？聊完啊，第二面，迄边轮会读的吗？所以是别人聊，家己通常聊袂着家己的汤。嘿，我敢若注意到一个所在，
迄个兔头钓的，阮咧甲伊读做迄个兔头的钓的，哦，哦，我有个补一个 A 哦，嘿有，兔头钓的，嗯，第哇三桩，下卡算落第四桩，对，兔头钓的，哇，这规个惯势的感觉都转来啊，这就是我慢慢读这回现场嘛。啊，对啊，咱毋就是要照搬，对，哦，过来这面主该跳过，过来后一面，暗闪暗闪，我讲啊，哦，啊，歹势袂对，暗闪，哦，对，啊，好，这边我就无啊，我迄个我有掠着阿弟，我嘛是请教，就是迄个大声，因为阿弟这边是念大声叫啊，那我会变调讲大声叫秀兰啊，就是因为伊后壁搁要讲话，哦，是嘿，哦，是，哦，换伊仔出来大声叫秀兰不啊，然啊，对呢，我嘛会讲大有影咧，若咧讲话会是，安尼讲，咱是变书，咱要讲告诉人听，对，这边我无啊，这边敢有，嘿，塔布歹水啊歹水，读了对，毋过肥水啊肥水，敢若声调无对着，做肥迄个啊会声调，好，敢有无啊这边，啊我说我无者，通常就是咧，我嘛伫咧掠汤的阵会直接做记号，毋过今仔日的假时较无共，所以较歹直接做记号。小看看，无懂，嘿，偏关关，哦，拄则读做偏关关，第一桩哦，偏啦，迄是偏，对，嘿，迄是名词，毋是动词。啊搁有迄落专门食菜，专门食菜，我讲毋知敢是有啊是，下骹算来第三抓是专门食菜，拄仔读做专门食菜的款，专门食菜，哦，好，搁专门食菜，顶一抓有一个车倒，若会敢若是念车倒，嘿，倒去，对无？我感觉车道较顺呢。对，我嘛无因为阮兜嘛是安尼讲，事实阮兜嘛是安尼讲，还毋过我就看，这是啥第二声，嘿，对啊，啥弄安尼咧？因为咱这边是无主轻声符的。哦，对，阮嘛有咧试啊，哦，对，对，阮嘛有咧试啊，阮有分有字的甲无字的，啊，阮的结论是，其实就是功能无共，就是就是这这边当你别课，第二课，讨论，对，有机会第二课的时阵来讨论啦。对，有在开队的时间，好，安尼对，安尼这边就是车道，嘿，这边就无问题，我有注意到即个第二站吼，迄个大家不应该读做大家，应该是大家才对。对，大概应该就欢喜。哦，有啊，我嘛会记你是大家啊。我话这边啊哦，好，带伊面头前，读做对伊面头前，几一抓咧？我看者。我原本是哦，就是第二段的第二段，一双伫带伊面头前，记来记去，你读做对伊面头前。哦，OK，对，啊，搁有食老啊，就是你读做食了啊，就是对啊，
第三抓，哦，对，第三抓，想着今仔日食老啊，对，啊你读做食了啊，啊搁有迄落，山顶的故乡，啊山东的故乡，甲伊的某几十年拢无消失，你读做伊的某几十年，对，啊要哭，你读做要哭哦，我无确定，要哭。嗯，敢有人会讲要哭？我毋知呢，敢有会呢，需要毋知影，对啊拄好来问大家啊。我无听过要哭，我有听过，需要真欢喜啊！杨光兄我敢会当问一下哈，你讲嗯食老啊，还是食老啊？食老啊，对，我无确定诶，对我是习惯来讲食老啊啦，哈，食老啊，因为食老啊较要安怎？是我较毋是讲食老啊，啊，搁这吼，食老啊，这尾声吼，我感觉这毋知要怎处理啊。这足赞诶，就是爱恁来做伙掠糖，也毋是，这到尾啊吼，因为是这若讲用英语来甲看吼，算讲这种是迄个字尾音啦，是吼，咱白话字这要怎处理较好吼，嘛毋知影安怎用，所以我诶感觉就是讲，看读迄个无共款诶迄个文章啦吼，题目啦吼，然是对咱较熟诶，比如我来讲，若我对较熟诶物件来读吼，就会读较顺啦。若对完全新诶无理解诶物件吼，伫遐咧互音，互到尾较知影意思，了较迄个规篇意思较会读会出来。有影。逐个有迄款类似诶迄个经验。阮编辑组有咧处理即个问题，就是拄则其实咧讲双联会，这就是阮嘛有咧试验，有一寡有一寡无，啊去观察讲安尼敢会影响到大家读着读毋着诶迄个问题，对啊，毋过这就是其实嘛佫需要佫较侪人，对像有时阮根本就毋知，对你讲食老啊是食老啊，对即款。就是后壁拿来的补充着，就需要佫较侪人来读，啊，需要佫较侪资源、甲时间来做遮个代志，而且这绝对毋是一个人来讲，而且绝对要经过讨论，无法度，就是啥物人讲了就对，诶，即款对啊，足赞诶，迄个拄则迄个酒意甲酒意上悬诶。迄个青春遐毋知佫伫遐无？伊白话字足朴诶吼，跟伊使用白话字诶历史足久诶。像我这是较老较学诶，我印象伊是自少年就读诶。毋知青春遐你敢有伫遐？啊，是，敢有听着？有，你我讲迄个是食老啊啦，伊就是讲想着今仔日食到遮老啊，啊我山东诶故乡迄个某吼，安尼几十年无消息，迄是食老真顺，这单位诶白话字写了真正确，佫真顺啦。啊，你睇我要口要口吼，你讲迄个线要口，迄是伊就是那亲像你要口出来，要口，这也是一个真 typical、真标准的这个台湾字啦。吼，所以恁即摆，而且我拢有在看恁在读，真赞啦！我甲恁比读了真好啦，确实真好。因为我是可能比梁光遐较济花一撮啦。啊，我较早教我最起码我咧读诶阵有遮个先辈甲咱掠糖。真好就赞诶。青春啊，我拢有咧。你敢是自细汉就有咧读白话字诶？你几岁学诶？我真细汉，我还未国民学校3-4年就学啊。是嘛？啊，所以讲你即种诶迄个经验吼，和我诶完全无共。我是到要40岁才开始学诶啊。是啊，你无简单啦，梁光兄你嘛是真厉害啦。安尼算起来是算
算真，因为你甲死，你讲死啊！我是国民校3、4年就伫教会，迄下几学校较早教会拢有迄下几学校，迄编一本课本吼，有影实在讲，你若是伫囡仔，我敢若2礼拜的时间吼，就读起来，规个课程读起来，啊，迄读起来了，到即晚我食到遮老啊吼，也拢会记哩啦。就好奇，迄看恁，我看恁咧读真好，即种读的册吼，因为我较早换人拢读个白话字的圣经啦，我若圣经咧看，我真少看汉文的，我拢看白话字的圣经啦。啊，阮老母吼，伊毋捌字，但是伊会晓写白话字，我你就捌你就是捌字啊！啊，嘿啦。我是讲伫迄个年代啦，人讲迄是青梅牛的，伊都毋捌汉文，毋捌都真正完全毋捌吼。但是伊伫教会就是会晓白话字，安尼啊，所以伊教我写批拢用白话字咧写，啊，所以恁即摆咧写这白话字吼，安尼真好啦，真赞诶，佮继续，我有咧听，这。常常想到，即阵啊有一个名册，有一个 fan page， 我毋知影是啥物人开的，或者阿嬷毋捌字，啊，伊拢写白话字，对，大家会当去花落一个，对，毋过我毋知影是啥物人开的。多谢真正多谢前辈啊！我真正有感觉到，哎呀，这个就是台湾公益第一课啊！对，头仔梁公兄咧讲，你就是爱看互习惯啦。其实恁头仔咧读吼。我拢有咧甲恁看，拢读较真好啦，迄非常好。迄细节是你啊咧讲诶，迄是较无啥物讲特别诶，但是迄个大概吼，读了真赞啦。哦，恁阁继续。有紧有读。对，答出来。我歹势，我甲你叫出来啦吼。啊，因为我是讲你诶经验吼，是阮大家拢无诶啦。所以我就是爱了解讲，自细汉开始，伊第一语言就是白话字的，含这以后较过去大人了后，较等于学的遐吼，会有啥物款的差别啊？像讲迄当因后生啊，6、7岁尔，迄连古约啊、新约拢足够读，读个应该伊拢会当用扫的安尼啊。是。吼，有人咧甲问讲，有咧甲问讲，啊，你是干那会晓读，啊，你意思敢会知啊？我当然啦，读会出来，意思就知啊。对啦，所以是有人安尼咧甲challenge就对啦。所以读会出来，伊就是知影意思，啊，无你读袂出来。啊，伊这台语吼，其实变调足微妙诶。阮较早伫学吼，其实完全无学变调啦。伊就敢若单词吼，因为你若是台湾人吼，你读出来，你自然变调自然就变，家己会变。啊，你迄变调是要写，你若要用写白话字，你就爱去好切。上困难是第4音甲第8音诶，这个分辨吼。咱即摆愈来愈少年，愈来愈老，迄个音是第4音甲第8音定混杂去。啊，混杂的是你会当用2个吼斗咧一个撇步啦，我感觉的啦吼，无一定像讲国家，你这字国到底是第4还是第8音？啊，国家你要写的是爱撇顶边爱撇一个，还是毋免撇？你若国吼，你就个2字斗咧国家，本来国吼，啊，你若国家会较悬的音国啊国。迄个吼，迄个安尼你写出来 KOK 就爱用第8，命就爱用迄个第4音，若较悬啦。咱就讲即日甲一日有无？这天哦，啊甲一天啊，一日你就用过，因为一日点落去嘛，日啊你就是迄个你就是爱用第8音。安尼啊，即日较悬起你就用第4音。咱即摆吼，若要写吼，上解困难是第4音甲第8音的分别啦。啊，我看恁即摆拍出来即单类写，所以我咧讲，
单位遮的即个白话字真用心啦。无啦，这白话字是因遮少年的写起的啦，单位是写汉罗啦。安尼呢哦，嘿嘿嘿，啊你够厉害！我就讲你少年嘿，即摆我就讲恁即摆少年的吼，像即个我常常受到即个玉金吴哟，吴玉金吼，伊的 Facebook 我有甲看吼，伊常常伊拢会 email 喺 Facebook 啦，我看伊内底迄标语拢真好，真标准，迄个吴玉金你加油，我继续拍拼，是，你的 Facebook 真好，感谢。嘿。好，安尼多谢各而且位。我个教话一个啦吼，因为这足难得的机会吼。是。我要请教迄个清俊啦吼，清俊兄吼，因为一阵仔咱迄个从啊无写迄个信息啦吼，啊讲无写联络啦吼。啊，我的想法是讲，假使若是讲即个内容足熟，啊拢足好读的时阵吼，你电脑网来规定了伤严啦，吼，因为读者伊有可能是在伊的意思来咧读迄个便条，来咧读便条啦，吼，无一定拢照规则啦，因为你若是有一款情形的时阵吼，像要强调吼，要强调啥物款的情形吼，伊迄个便条会无共款式啊，毋知我讲咧毋知有表明了。毋过吼，我爱讲无标，你爱真明显，就是讲白话字实在是字哟，是文字，毋是一个注音符号，毋是，伊一字拢是字，所以毋但有迄本字，迄本字的调真重要啦。你上好原来爱甲读正确，迄个本调爱正确。对，我是咧讲连话啦，我是咧讲连话啦，嘿。哈，你讲啥？讲什么？连话hyphen啦，有时啊。哦，hyphen哟。我无写，无去甲用hyphen，啊想讲。迄个是较要紧。对啦，hyphen 迄个是也较 hyphen， 你若会当迄个片词嘛，吼，片词迄一个，有当时你要甲 hyphen， 无要甲 hyphen， 迄是也较其次啦，也较。这足困难呢。毋过你本音吼，本调迄个真重要。我感觉迄强调，我要讲人咧讲白话字，真正是字，毋是一个符号啦，毋是迄波摸佛安尼尔。所以伊每一字就是一个真正确。啊，你若毋知影迄个字的意思吼，我知影有白话字的迄维基百科啊，我捌拍入去甲看吼，迄内底说明迄因咧。电脑迄个有一个下门，迄一个 website， 我捌入去甲找吼。你若毋知影迄个意思，伊嘛有一个台语词典啦吼，还是啥话，迄拢会当去甲找啦。啊，我感觉真好，恁即摆即少年的吼，当然你若有法度读到100% 的白话字吼，我会感觉啦，以后台湾话吼会当像日文。迄个台文会当像日文吼，伊保持几字啊，迄个汉文是无要紧啦。啊，剩诶用个拢罗马字，用个白话字。咱诶目标吼，会当然是最后是安尼，会无要紧。啊，但是你若要读，原来是爱白话字，爱互100% 吼，像你即摆咧在读吼，后摆人若咧写迄个汉字吼，要看得足紧诶啊，都真简单啦，啊！毋过所以这白话字100%，这像恁即摆安尼咧读，真好，会当安尼看吼。这是我毋知影讲你少年有法度像安尼吼。有啊，阮即摆规阵拢是。真正甲恁感觉讲替恁骄傲啦。多谢先辈，加在有恁今日头前。我主角我读啊哩啦，然后上看歹势。袂，所以咱才来练。袂，恁搁继续嘿，搁继续安尼练，安尼看，安尼迄落嘿。好，多谢陈俊兄。嘿，恁搁继续吼，我讲啊遮。好，啊那交互你继续上课。哦，因为已经刚已经超过时间啦，我后壁足紧看过好无？就是这是迄阵
阮咧做诶迄个笔记啦，就是阮有一个迄个共同诶档案，大家家己无熟悉诶物件填入去。当然，这个句法修辞也是最要紧诶，也嘛是袂当家己放杀啦吼。嘿，紧紧看过。啊，迄阵阮嘛有讨论一寡问题，就是阮规这个。我有传一段影片，等下大家小可看一下。对，毋过你先读到13对。嘿，咱有讨论一寡问题，就是这个事实上拢是阮乌妈妈读册会开上侪时间去讨论的物件啦，就是差不多就是半开讲安尼。我要补充，这袂使人过，这袂使人过，你要跳伫顶我对不起。我想要跳，你讲你。袂使，安尼我来补。迄个就是像这问题讨论，就是啥？咱阮读册会其实拢毋是要求大家来才读，你拢是爱先读过，了后先甲思路填起，啊先甲你读即个，因为有诶人可能爱读过6摆，读第一摆诶阵，像拄则龙公兄讲诶，可能咧好音嘛，因为逐个人诶台湾话程度无共。啊，有诶人想要读到第2摆，才会当开始去理解，就是伊咧讲啥。对，像有诶人读第一摆，红树补记哦是汉乐，就算是汉乐，伊嘛读到足食力，伊是读第2摆，伊才开始感觉哇，这个故事足好看咧，伊才开始体会着内底要表达啥。啊，你才有法度真正开始做台湾人，对，吸收着迄个故事诶精彩诶所在。所以就是问题讨论，像美丽像咱拿这，迄伫阮内部试读会第一个问题就是阿德爱安怎才有法度拆免遮尔细小诶代志。对，啊，第二个是咱敢搁知影啥物中华民国迫害才可能不是会睇到迫害山呐主人诶代志。啊，第三，即部小说敢有搁较好诶名？那即个故事是古电影，还是红仔册，还是电动，还是戏说台湾？对，即款来定现会当叫啥物名？对，就是因为这其实嘛是咱讨论诶阵，那大家哪咧想诶？啊，我感觉恁同事敢是外星人电影，就是即部迄个录影，我看者，我即摆敢无法度互大家分享，互大家看。我一个哦。因为阮迄个阵就是甚至讨论着会当出电动，毋知敢有声？啊，我出现啊。无声敢是？等我一下哈。我无听到声。我点分享。啥物我无法度分享有声诶？等下哦，我点。哪一点继续讲好啊？就是对，交互你，我先处理一下，看敢袂当有声。哎呀，就是阮阮读10篇诶迄个单类小说读煞了后，就是煞落来要读啥物物件咧？就是因为若阵阮迄阵是换读迄个府城教会部内底诶文章啦吼，啊会换这个府城教会部诶文章诶上主要诶一个理由，就是家己偏食受过食力啊，所以不如来读不如来读迄个前辈已经偏好势诶物件，比如讲府城教会部，佫有一个佫较大理由就是就是咱毋通紧食会营养不良，所以毋是干那文学性诶物件会当读尔，就是文学性诶物件然后读尔，就是教会部报道诶物件内底才有足侪无共诶无共类型诶故事啊，还是啥物报道啊，还是啥物有诶无诶，就是我感觉这个物件就是因为阮乌妈妈读册会，就是感觉逐个欠啥物。阮就会去捡来读，就是啥物拢爱捡安尼，就是啥物拢爱食，毋通紧。迄阵阮就是共款一礼拜指定一个要素，那一个人去抄出文章来读啊。阮的年代是限定伫1930年到1960年内底，因为搁较早的就伤早，含即马讲的都差伤多。60年了后又搁
就是因为大家拢知影702的时阵，迄个中华民国就甲迄个白话日禁止去啊，所以咱超出都是这个范围内底。好，我吹着啊，我吹着咱放上啊。哦好，安尼我放上食迄个阵，美丽上了拿咧试读的阵讨论到第3个问题的录影，互大家看。啊，我速度会放较紧小看，因为着咱今日时间有较逼，安尼。敢有啥？敢有啥？无听到呢。我无看到。即摆还袂分享，等一下哦。等我一下哦。好，我即摆想到无法度分享。还是我先关起来。Alo，敢有？你像我电脑，喂，嘛是无声对无？未看到你的分享。未看到分享。恁的敢是用 Chrome？你敢是直接用对， Chrome 是用 Chrome。安尼应该是无问题呢。若是用 Chrome，好，我搁去 stop sharing，我搁点创一摆。有看到有赞出来啊。还是我先停起来好啊。好啊，你试看觅。我停起来啊。好，我share。敢有啊？是吗？嘛是无。我。好，你先搁继续好啊，歹势，我搁试看觅。你会去分享你的画面？对，你会去分享你的画面？迄阵，阮读教育部要选即篇出来，我对即篇就有印象的，就是即篇叫做台湾信行天国特工队。有分享歹势。好。有啊，看到。看到啥物影片啊？无看到你即摆分享的画面。就是这是咧讲迄个一对翁仔某去迄个世界传教，世界去拼场，去倒位有欠人，倒位无教会，毋过有庙，妈祖庙就去拼场，就去宣教安尼。写足长，写2面，结果伊的故事的上尾是是讲济食少，搁跋落囝儿溪，生了婴仔了后，因的故事就结束啊。所以这个教会部那像是考劝大家，但是生囝是非常辛苦的代志，需要大家来斗相共。跋入囝儿溪。跋落囝儿溪，这个词就是阮去查迄个囝儿溪这个词，那像就是干那跋落囝儿溪这个词尔。就是用伫这个所在尔，无用伫别个所在。这是教会部迄阵，阮会去读内底的文章。过来教会部的文章，阮差不多3年去。读的就感觉讲会使换物件，因为上要紧就是咱毋通金价，啥物拢爱读。所以迄阵咱换做是要读迄个内外口抗互学。共款是全罗马字，尤其是对内外口抗互学是伊的编辑是非常的水，非常的好的。所以其实阮毋是拢要做医生啦，毋过就是总是爱看人编辑的功夫是安怎。顺续看一下内面的内容。
拄好阮读册会内底阁有2位先生安尼，会当解说内底诶物件。这个内外口看互合，这个字加迄个字，这个字这个偏执拢是非常诶水。你看这个字拢排甲水。这个功夫是真无简单。当然这内底这内底用到诶字，当然嘛会当正做，若是国语课诶参考，嘛会当正做咱台湾人诶生物课诶这个参考啦。譬如讲，伊诶遗踪都毋是写作遗踪，是写作追踪。追踪当然这个是对日文写诶，安尼，你嘛当做咱以后生物课诶参考之一，安尼，即马阮乌妈妈读册会咧饲诶物件，就是册嘛读啊，内外口嘛看啊，图嘛一字去晓。毋过就是这拢是册物件嘛。毋过阮感觉就是共款迄句话，就是紧食无好，会营养不良。所以咱即马阮乌妈妈读册会，即马暗算要做诶物件，就是去找人影因诶资料，去甲因拍做画字稿。譬如之前阮去是要去找，就是要去找别人，上好是较早进前诶，迄种影音资料，就是较接近以早较顺诶迄种台湾话。有几个标准啊，有几个较客观诶标准，就是咱希望，就是即个影音资料，伊咧讲话人本身是无过诶，因为有试过2个，第一个是基公教会头一任牧师伫基公教会10周年诶时阵诶演讲，伊当然是台湾话讲了诚好诶人，毋过伊咧看诶是过，安尼就是自然咧讲话，甲就是教会有教会腔口甲用字嘛，咱拄好讨论过。第二个就是第二个资料，阮是用陈新洲伯啊，伊伫电台讲日版影音资料来起画字稿。毋过就是伊手头是有过诶，伊诶过将有可能是中文。咱希望尽量降低的文，咱是先有话才有字嘛，咱希望尽量去降低对文字诶影响。所以阮即马咧找影音资料诶是希望即个人本身伊台湾话讲了比中国话佫较好，就是台湾话是伊诶第一语言。伊咧讲话诶时阵是无看过诶，即款影音资料来去起画字稿。即个内容就是阮的，当然若是详细即个内容，佫是咱所讲诶，就是可能足应用，就是咱所在啥物碗糕，就是咱所普遍理解诶知识，就是有诶人会感觉安尼较好。毋过实际上，咱就是等到是个翻头转来去学迄个自然诶语法伫这内底。就是无一定伊诶内容是，因为有诶是咱毋知影迄个内容诶价值，有诶可能是比如讲公园诶树仔骹2个阿伯哪行去哪开讲，就是即款诶，大家可能无感觉有啥物内容，毋过因若是自然生成就是无互中医影响诶台湾话，我嘛想要对遐学着即个物件安尼。来补充，这拢是咧试验诶那个物件啦，就是。当然开讲有营养真好啊，毋过若阵开讲无营养，咱会当罔听嘛，就是免紧食啦，免紧食。除了去找这个影音资料做画字稿了外，拍画字稿了外，咱即马阮即马嘛有试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指定一个要素，互2个人去对话，2个人去开讲过来啦，大家才来做伙读因迄个对话记录。这嘛是一种试啊，就是有输入嘛，有输出安尼。因为主要是阮发现讲，就是伫阮顶一案呢，在台湾话讲了足水开诶，先摆也是大，就是其实因讲，阮即摆拢都听有，毋过足侪阮用袂出来，就是阮嘛爱练习听了，就是起话字个时阵去听迄款自然再来诶用法，了后
就是虽然讲咱听有，毋过咱也无超工练习是用袂出来的，所以就是咱就是要甲输入甲输出，就是安尼拢有，才代表讲咱真正有吸收到即个营养分，安尼。就是这就是阮即马咧试的，咧试验的物件安尼。嘿，佮毋知有啥物结果啦。若准以后有啥物若准以后佮有机会来讲即件代志的时阵，会当看请倒一位友一来讲即个结果是安怎吼。即马阿妹即马佮咧试吼。落尾我来讲一下今仔日即个题目，台湾国语第一课吼，就是就是咱咧做即寡代志，就是目的甲手段爱相合。咱的目的是啥？当然是要互时势有法度讲话，和时段是相共的。嘿，若准咱要互时势有法度讲出和时段相共的台湾话的时阵，咱是毋是嘛家己都爱有共一个抗战的台湾话出来，才有法度才有法度传互时势嘛。所以这个嘛是最要紧的代志。所以咱家己先。嘿，爱为阮少年人开始嘛吼。虽然我40外岁，毋知要敢个会当讲是少年人啦吼。台湾第三点当然，台湾国语当然无需要解说，一定就是台湾话。嘿，就是咱看台湾的历史吼，就是每一个时代拢会有一组先锋组跳出来，嘿，来为台湾人家己的国家、台湾家己的国语来拍拼，嘿，当然阮是即代的先锋组，嘿，已经毋知是第几代的先锋组啊，即马犹原是搁咧做先锋，替大家来拍拼安尼，嘿，毋过就是要安怎讲，就是先锋组犹原就是嘿足艰苦，毋过因为咱是有目标的，所以这个目标会互咱有继续行落去的力量。毋过嘛是需要搁较侪人来做伙做，因为这个工实在是就是咱足欠人啊，嘿，欠人欠资源，啥物拢欠，嘿，所以当然嘛是希望大家会当做伙徛出来，就是毋通瓦靠中华民国这个制度是袂瓦靠一个。就算讲即马中华民国的考试要考本土语，一直考到公务员拢爱考本土语，爱听讲读写拢会晓，敢讲安尼都有法度叫台语？迄嘛是无可能的，因为考试考煞了后，因嘛是做伙讲中国话嘛。所以这都是我考一个，是咱要起做咱的制度啦。对，就是安尼。我的意思就是安尼，就是咱要我考制度是爱咱家己起的，才有效果啊。因为别人起的拢是因为主，别人是顺线的尔嘛。只有咱家己起做咱家己的制度，咱家己的国家才有效。当然要起做国家，就是爱先有咱家己的话，咱家己的国语。最后就是希望后一代毋免搁自头做啊，就是毋免亲像我共款32岁、30外岁、32岁，才知影讲原来台湾人，原来台湾话有字，原来台湾话是会当写的，希望后一代莫搁行我即条艰苦路啊，就是毋通每一代拢是为上起头开始啊，总是爱有人有法度继续累积，继续传落去。我看我今日就讲到遮就好啊，感谢各位。多谢来，我想要搁来试一摆，到底有法度分享无？有法度就分享。好，遮大家即摆敢有看到？敢若有呢。好，咱来试看觅，敢听会到声。我甲速度调
合成正常啊，咱才较紧俗化。这是咧讨论美丽上了拿内部试读的时阵，第三个问题。若是美丽上了拿伊毋是一套小说，伊是别个形式，敢有搁较好的名会当安尼号。啊，这我嘛是伫当初是参加瑞士画馆开的，就是应该是陈雷生的小说课，就是陈雷生我会记其中有一个宿题，嘛是有出讲，若是讲即篇要来，敢有搁较好的，就是标题会当换会有无共的感受无，所以嘛早转来就是带就是摕转来我妈妈的读册会，互大家做伙讨论甲体验。开的敢就欢喜的款，来，哇，来第三个，这部小说敢有搁较好的名？美丽上路啦，恁同事敢是外省人？袂捌标准。恁同事敢是外省人？属于人。是啊，来，应该这部地生的最强的，后大家对对对，看到先过边，嘿，那个适合做怎样呀？徐话没讲过，徐话像我袂讲话，像我袂讲话，像我袂讲，适合做迄个囡仔绘本，就共款拢共款的故事，就我无共的名适合无共的代志，那是小说，有名是美丽上路，那我们适合。对啦，电影都是囡仔绘本，共款的故事。咱会当，对呢，真正无过这无有这个想法。徐话爱讲话，像我讲话，你当我切哦，爱讲话，徐话爱讲我话，讲，在想那个有成几啊个感觉。我是想到迄个 Lord of the Rings，哦，像我人。像我人一定爱行出去看到，哇！阮兜内红草甲白去啊，才要受气。徐话很厉害，迄第一集、第二集，对，第二集。你嘛看咗这边？我细汉时看还足印象。Lord of the Ring，像我点讲话。我感觉有。对，对啊，真正美丽中路若上下做小说，对，若是这个故事是小说，这样就是好。就我的，安个来说，这是我会，这我就会。够啥，休息。想看嘛哟？这个当初可能是我想到，像我唔讲，像我点讲话，唔使见看了，我真是安那切，见看了靠背，暗时看袂起。毋是看袂起，几啊个？毋过这个几啊，这个几啊个是看到这个世间真正存在鬼。因为囡仔是真正会惊的，对啊，这种几啊个才有意思啊，互囡仔去惊迄个根本就无存在，哪有意义？其实安尼讲实在，我唔听听我，其实听我话，就是一直家己安起，咱就是做啲，但是这种呢，因为像我讲伫，我你嘛听过一摆好宝宝，唔过做安尼，但是我讲的是像引导位来讲，我讲好宝宝用 ，it's not funny，我有点拗，你讲我不来好宝宝，我讲，那是嗰边那边瞬间变吵，讲讲这啥子？小我来补充一下，这其实是原线第一个问题，就讲要安怎互阿迪，就是卖拄着遮衰的代志，就是伊原本就是咧做保护森林的工课，结果上尾互创啊密密麻麻，对，就是咧想讲咱台湾人其实过去若是有啥物要结婚的对象，转去一定头一句互厝里的人问讲，敢是外省人？对，这其实是有咱族群的因素甲道理的，所以就咧想遮个物件。好食的中老拿，对，啊，好食的中老拿，敢是？对啊，啥喏？你知道中老拿好食起啊，要看食起，好歹人食起啊，好啊。好食的中老拿，对啊，都是用了白仔的情形啊，甲就是无解的人消息安尼。对啊，所以买当做电动，做电动要个什么名较适合？我就对，阮讨论着电动，伊电动就先话就对嘛，阮想讲若是这篇故事咱个，我感觉咱来报一下，结果咱是讨论者。毋过，迄个进前迄个 detention 都是有即种发展啊。对啊，都是用了白仔的情形啊，甲就是无解的人
消息安尼。对啊，所以现在买当做电动，啊，做电动要叫什么名较好？我即摆是在想者。上路怪谈，无啊，安尼伤明显啊。伤明显，嘛是啦。因为这篇的重点就是甲咱就是甲真正存在的物件包装做恐怖的故事嘛。所以是人也是鬼，也是人鬼不分，就是你看人，就看对啊，因为看起来每次大家拢是人，毋过拢鬼啊。嘿，这较亲像台湾民俗故事，台湾民俗故事的态度安尼，嘿。迄说台湾，你系上路哪？你看你是迄说台湾，迄说台湾，上路啦。对呢，因当是啥物哪雷精，是之乱还是啥物？对呢，那是迄说台湾。安怎讲啊？我感觉就赞诶，介意。上路哪内底的鬼？电动迄说台湾，去说台湾。好啊，搁有无？搁有无？我这个幼儿的目的就是要救拿的无？救拿，你做讲啊？我感觉这个幼儿目的，我想要救迄个呢，对啊，救阿爹。哦。我伫这个，我咧想讲伫幼儿内底，咱就是阿爹。哦，是。我想。哦，对对是。所以还是我落来。哦，真的嘞！我是变动。就是迄种找人讲话，都就侪选项，啊，你选不着就是game over安尼。对啊，而且就是，咱应该做一个电动，啊，互阿迪算，你就是咱以后这个代志发生的方式。哦，道理安尼第一点嘛改。我一开始咧算的时阵，我也是阿迪，咱一开始可能咱若毋是咱，就是咱是阿迪咧算，伊就会想讲好，咱无想要无代无志，就行到迄步嘛，对无？咱个也是讲，咱先对讲几块话做朋友，看你敢袂歹甲我想要，我甲你口渴，你敢袂当听我话？对吧？啊，一直是到逼不得已才变成像咱咧干，啊，到底跟我再聊就了哪？对，就是迄种咱咧调故意设计讲，一开始都莫向因讲话，这是唯一的解法。只要你向因开始讲话，毋管几若百摆，你伫迄个所在做 save point 啊 ，save 了后，你就会发现，你向因做朋友，有一天啉酒醉，啊，迄个查某囡仔，迄个查某囡仔我食醋，我看你毋对，安尼我就会甲伊创。game over。我讲好，迄查某我莫创，迄查某我莫放哦。啊，结果我看到像我若用错个安尼，我写报告书，啊报告书都互因看到，啊干我就又甲你创，安尼伊个 game over。所以，只要你去熟悉着迄寡数据啊，无论如何一定拢会 game over。然后再发现，我靠，原来开始莫向因讲，才会当改。好，Hello， 我就是小可分享迄个当初是我咧讨论的到遮，大家咱看有其实头前客真久，啊，足侪就是因为读册会是固定逐礼拜，就安尼讨论，啊嘛是足侪是物件是原底无想到，啊是伫甲大家讨论的过程，才慢慢想到，所以阮后壁就想着讲，像美丽像咱哪，其实像陈伟生写这是要互咱台湾人知影啥，就是其实是要互咱了解，这是咱真正发生过的代志，虽讲无一定是。就是即个阿迪，就可能场地、人名、时间小可互换过，毋过这有影是咱台湾人共同发生的代志。啊，除了小说了外，就是若是讲对文学无遐尼侪兴趣的人，像外国足侪电动还是电影，可能嘛会改编做小说，还是小说改编做电动，这拢是有可能的，就是无共的顺序。所以我就想讲，若是电动无定着，咱会当做阿迪的选择，就是因为主角就阿迪，安尼咱电动要赢的条件会当设定做阿迪活落来，还是讲就哪有救落来啊？就是内底 NPC 会当安怎设计？这敢若嘛是一个，其实甲陈瑞生的小说共款，拢是要互台湾人知影，对咱是啥啊？咱过去的经验，就是特别是，其实阮咧讨论这段的时阵，还未发生，敢是旧还是前年，就是迄个台湾人教会有中国人走入去甲咱杀的代志。啊，其实我会记，我迄阵看迄个报道，看足心酸的，就是其实是咱台湾人，就是伊讲听到熟悉的口音翻译用伊入去，啊，其实伊迄个口音是讲中国话，所以对咱台湾人诶，即个
对啊，到底咱要安怎甲人看做是家己人还是毋是？其实这是最重要的，就是威胁到咱人身的安全、生命安全的问题，甚至是到这两当嘛是安尼，这是咱台湾人爱知影的，就是咱要安怎分辨啥物人是家己人，咱要安怎对啊，就是就是我咧讨论遮个代志安尼，所以今仔日第一课就多谢来，甲各位我妈妈读册会调啊卡讲到遮安尼对。所来，因为时间有小可超过，毋过就看大家敢佫有啥物要讨论的，就是咱可能上班到15分，就是因为等下2点，我妈妈佫有迄落另外一场活动安尼。多谢大家，对，这就是咱台湾国语第一课，对，煞来，阮佫一直咧试验咧做别个物件。就是我嘛是一直看到即马才发现，其实咱即马游玩拢还是一个阿德。对啊，阿德的选择。咱的即马的总统嘛是阿德。对呢。是台湾人。好。是梁光兄。我恁这个白话字咧读册会真赞啦。比我只要做一个广告咧啦，吼。迄个就是这个时间的头前，就是台湾时间吼9点半，还有一个叫做白话字圣经读册会啦。迄毋是查经啦，我是号做白话字圣经读册会。本地吼开始这个课程，是要为着互即马教会外的人爱读白话字，这少年的开始的。这主要是含即个林碧同因已经教会做伙。即马较固定咧出席的敢若6个人啦吼。所以是迄个参与的会当参与的机会不止侪啦。迄个读册的方式无像恁遮尔认真啦吼。毋过有一个好处就是讲，鼓励迄个会员有参加的人因会当经一段经文，来写因家己的处境啦含伊的处境。写了有迄个林美玉伊个会校对啦。是。校对。嘛有一寡，比如讲像顶礼拜阮后礼拜若要读教会报，迄是迄个一个最近过身一个算国际上小可有出名的迄个神学家叫做宋传生啦。佮顶1、2礼拜你毋知有看到迄个啥物人？迄个可以。啥物款？迄个用迄个中文名我讲袂出来。无迄个带英国某，迄个萧迄个啥物人？毋是萧青，毋是萧青，迄个自决运动迄个前辈，迄个啥物人？自决运动迄个黄宗辉啦。黄宗辉最后的讲道啦。伊迄是无看过的，连纽约去讲的。伊迄伫遐咧论迄个新的新天新地迄个台湾国的物件。迄个 video 你敢有看到？无。安尼我较迄个来搭档，我较来搭出去。好。多谢。我真趣味。伊即个读册会含恁会无啥共，就是讲恁注重足认真去读啦吼。阮即个读册会是鼓励人来写啦，写差不多是500字至800字安尼啦。好处就是讲，迄个林美玉伊算白话字也真饱啦所以伊会校对啊。我有参加过几摆，真正有互讲着，就是迄届，就是咧读就是两。我看无印象。有，迄阵敢若毋是这个是，我就是佫较早的，我参加过。我有参加过一届在日时的。伊即边伊即个读册会即个是过足久，这可能比论坛佫较早，所以拢经过咱4、5冬
一直演变，一直演变，过去拢有叫啥物迄个特别来宾吼，较含论坛较成啦。但是即摆一直到尾啊，论坛起来了，一直改到即摆纯讲专门读白话字为主。迄白话字的定位虽然是讲是圣经，较属是讲用较文学的角度吼，来看圣经，你较用讲你即段圣经对你有啥物款的？对你的处境，你有啥物款的回应安尼啦？是。所以欢迎，咱有说讲即个网址啦，吼。是。拄好是台湾时间9点半开始安尼啦。因为人少，抑阁有差不多，吼。有位。抑阁有位啊，所以会当参与的迄个机会足侪安尼啦。是。我会记我迄阵头一届参加是读即篇，甲陈佩秀牧师。拄好暗时是台湾时间的半暝，就是迄阵毋知是安怎是台湾时间的半暝，做伙读的。我迄个阵在读即篇的阵就互讲着，就是因为咱定定就是咧讲台湾话的阵，就有人会囥讲你毋通语言是工具尔，沟通上重要。毋过就会读即篇的阵，拄好迄工陈佩秀牧师嘛是有做伙读。我会记得迄阵。就是我足好运的参加着迄场，就讲对啊，无毋对啊，语言是工具啊，毋过是传达意志甲意义的工具，所以是啥物台湾人的意志甲意义先出来，所以才以工具台湾话是服侍台湾人的意志甲意义。我迄阵就感觉互讲着，对，所以我对，你出的名敢是叫做语言工具论的再书？你讲迄篇哦，毋是迄篇，我即摆甲网人打来即个群组的头话是意义甲意志真明的台湾人。对，就是迄篇，我足感动诶。对，推荐大家参加。对，我尽量，因为我即摆拜六下早其实拢有迄落。对啦，迄个若有时间入来。是。好。迄个青春遐吼，应该你爱来啊！斗起来看show。伊今仔日安尼讲遐是真好。是。对啊，咱若去参加，咱嘛会当要求先拜甲咱掠通。我若咧读诶阵，你其他人无要掠无紧，我若读先知爱甲我掠哦。无啦，恁咧足好，恁咧比阮遮较敖诶啦。无影，较敖咧学较慢。因为伊是少年的学嘛，所以因变做讲足厉害啦。嘛是拢毋管迄落当时开始学，只要一直读，咱拢会愈来愈溜。对嘛？伊迄算伊第一语文呢。是，足有福气。袂学波，伊就学白话字。足有福气。好。安尼，若大家无人举手，无人要问问题，咱可能未来咱去期待别课。若上尾敢有啥要讲？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健康成功。好，安尼咱今仔日第159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就到遮，安尼咱就后盖再说。感谢大家，感谢，再会。你录音还袂停？好，我即摆先停起来哈。好，因为阮等者，我要去传咱者，我嘛阁有活动，我嘛先进来处理。多谢，再会。